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听说客家人在天穿日当天都会隆重的庆祝，并且制作应景的点心祭拜。最有名的就是油锥仔。现在的油锥仔除了在天穿日祭天之外，也成了最具妈妈味道的点心之一。今天我要来学学油锥仔的做法。我刚刚有看了一下，是不是把它这样搓圆？不用，现在不要搓圆，因为你这样先不粘，搓圆啊，你这样粘不下麻呀，稍微这样哈，这样就好。哦，捏起来就好。你放下去才会沾得到这个东西。刚刚那个胎记有教我一个技巧啊，就是通常我们做完这个啊，是不能把它这样子揉的，一直搓，对，一直搓，变成像汤圆这样的话，会没有那个粘性。所以正常的话，我们是抓起来之后呢，直接大概一个形状之后，就会把它丢到这个粘这个芝麻嘛。对。哇，原来这是特别的一个学问啊！其实这个有点像这个芝麻球，就是也有人讲芝麻球啊，也是芝麻球。客家的特色也是有这些啦。做这材料有哪一些啊？就是糯米粉啊，用糯米粉。以前是人就是用糯米糕，后来就说用这个比较方便了。虽然油锥仔看起来像市面上贩售的芝麻球，但是用料做法不同，意义也不同。就在我们七手八脚的讨论时，大姐已经升起一锅热油。这个一定不能急了，慢慢的来。你看它已经那个油慢慢的热起来了。好了，不用了。不用按抖啊，先不用去掉。我来帮忙你们，来，我帮忙你们。好，慢慢放进去。不要这么大力哦。好。那现在是要搅拌吗？还是不要？没有，要一直这样哦。没有我的话哈，那里面啊就会一层这样烧焦这样。哦，所以要顾它的温度。对，温度一定，这个不能急啦，一定要慢慢的。经过10分钟的小火慢炸，香气扑鼻的油锥仔终于完成。我们炸的这个油锥啊，现在已经炸好了，非常的漂亮，金黄色，酥酥脆脆的，而且粘上很多的芝麻，看起来非常的可口。哇，那胎记，那我就先来吃喽。好。有香吗？好香哦！虽然油锥仔早年在天穿日才吃得到，现在却成为最具妈妈味道的点心。